你有冇發現近年越嚟越多人開始關心腎臟健康，但好多人第一時間問嘅都係同一條問題，究竟有冇食物可以保護個腎？甚至有人會問食乜嘢可以補腎，飲乜湯可以令個腎好返？如果你都曾經咁樣諗過，其實你好正常，因為坊間實在太多廣告，補腎丸、補腎茶、補腎粉、補腎湯，好似只要食咗個腎就會重新變返健康。但現實並冇咁簡單，同肝臟唔同，腎臟一旦受到嚴重損傷，並唔容易完全恢復。所以真正重要嘅，從來唔係等個腎壞咗先去補，而係每日盡量減少傷害，俾個腎舒服啲工作。其實如果你仲記得上一集我哋講過，腎臟就好似身體入面一座大型濾水廠，24小時不停運作，不停過濾血液，將身體入面嘅廢物、多餘水分、代謝產物慢慢分離，乾淨嘅血液重新送返身體，廢物就變成尿液排出去。問題係，如果每日送去濾水廠嘅都係垃圾，都係高鹽、高糖加工食品，大量添加劑，甚至煙酒，你嗰座濾水廠可以頂幾耐？就算世界上最好嘅濾水系統，日日24小時不停超負荷工作，總有一日都會開始老化，開始阻塞，開始出現問題。所以今日我哋唔係介紹神奇食物，更加唔係講食一種超級食物就可以救返個腎，因為世界上根本冇呢樣嘢。真正有效嘅方法係每日用好多細小選擇一齊保護個腎。有啲食物可以減少身體負擔，有啲食物可以幫助控制血壓，有啲食物有豐富抗氧化物，有啲食物可以令血糖更加穩定。而當血壓、血糖慢性發炎慢慢改善，其實你個腎就會舒服好多。所以今日我哋一齊睇下醫學研究一直認為對腎臟比較友善嘅10種食物。第一種，藍莓。好多人都知道藍莓對眼睛好，但其實藍莓最出名嘅係含有豐富花青素，屬於天然抗氧化物，身體每日都會產生自由基。如果自由基太多，慢性發炎、氧化壓力都有機會增加，包括腎臟入面嗰啲好幼細嘅血管。所以食藍莓並唔係直接修復腎臟，而係幫助身體減少氧化壓力，對整體健康都有幫助。第二種，蘋果，香港人一年四季都買得到，價錢亦都唔算貴。蘋果除咗有纖維，仲含有天然植物化合物，最重要佢鈉含量唔高，亦容易加入每日飲食。好多人下午肚餓第一時間就食餅乾、食蛋糕、食薯片。其實如果改造一個蘋果，身體已經少吸收咗好多鹽、好多糖、好多加工添加物，久而久之對腎臟都係一個好開始。第三種，士多啤梨。士多啤梨同樣含有豐富維他命 C 以及天然抗氧化成分，對於好多成年人，尤其有高血壓、糖尿病前期或者代謝問題嘅朋友，用水果代替甜品，往往已經係一個非常值得開始嘅改變。第四種，椰菜花、西蘭花、菜心、菠菜，仲有其他綠色蔬菜，全部都值得每日食多啲。好多香港家庭食飯嗰陣，白飯永遠最多，愛反而最少。其實如果調反轉，已經可以幫到身體好多。綠色蔬菜熱量唔高，纖維豐富，仲有好多天然植物營養，對控制體重、控制血糖、控制血壓都有幫助。而當血壓越嚟越穩定，血糖越嚟越穩定，個腎自然冇咁辛苦。第五種，橄欖油。講到健康飲食，好多研究都會提到地中海飲食。點解？因為好多長壽地區都有個共通點，就係少食加工食品，多食天然食物，多食魚，多食豆類，多食蔬菜，再配合初榨橄欖油。橄欖油並唔係神奇藥物，但如果用佢代替
部分牛油、部分豬油、部分反式脂肪，長遠嚟講對心臟、對血管、對腎臟都有好處。第六種魚，尤其三文魚、沙甸魚、插魚呢類魚，含有豐富 Omega-3 脂肪酸，對身體慢性發炎有一定幫助。而腎臟最怕嘅其中一樣就係長期慢性發炎，所以每個星期食2至3餐魚已經係好多健康飲食建議一直提倡嘅做法。第七種，雞蛋，好多人一聽到雞蛋第一時間就擔心膽固醇，其實對大部分健康人士嚟講，適量食雞蛋可以提供優質蛋白質，蛋白質對身體當然重要，但如果本身已經有慢性腎病，尤其去到比較後期，蛋白質攝取就唔一定越多越好，所以如果醫生或者營養師已經俾咗你特別建議，最好跟返自己嘅治療計劃。第八種豆類，黃豆、黑豆、紅豆、鷹嘴豆甚至毛豆都係唔錯嘅選擇。豆類除咗含有植物蛋白，仲有豐富纖維。好多研究都發現，當一個人食多啲天然植物性食物，少食加工食品，代謝健康往往都會改善。而血糖、血壓、膽固醇如果控制得越好，個腎自然舒服好多。不過如果已經有中後期慢性腎病，飲食安排可能需要按照醫生或者營養師建議調整，唔好自己亂跟網上偏方，因為每個人腎功能都唔一樣。講完應該食乜，依家我更加想同大家講，有啲食物其實更加值得慢慢減少。第一樣就係加工食品，午餐肉、火腿、香腸、即食麵、杯麵呢，煙肉，好多香港人日日都食，方便快又夠味。但問題唔係方便，而係呢啲食物通常都含有大量鈉、大量添加物，日日食，個腎日日都要不停處理。如果可以由一星期食4-5次，慢慢減到1次，甚至2星期1次，長遠已經係一個好大改變。第二樣就係食得太鹹，好多香港人一直都以為自己冇乜落鹽，應該冇問題。但其實真正嘅鹽好多時唔係你自己加落去，而係一早已經喺食物入面。例如午餐肉、火腿、香腸、煙肉、即食麵、杯麵呢，罐頭食品、醃製食品，甚至一碗湯麵、一碗老火湯都有可能比你想象中含有更多鈉。你以為自己食得清淡，其實個腎每日都要不停幫你處理大量鈉，日積月累，一年又一年，個腎自然越嚟越辛苦。第三樣就係含糖飲品、汽水、珍珠奶茶、果汁飲品、加糖咖啡，好多香港人每日一杯，甚至一日幾杯。問題唔止係糖，而係當血糖長期控制得唔好，身體嗰啲好幼細嘅血管，包括腎臟入面負責過濾血液嘅微細血管，都有機會慢慢受到影響。所以真正保護個腎，好多時唔係靠補品，而係由少飲一杯含糖飲品開始。第四樣就係長期飲酒，偶然同朋友食飯飲少少未必係問題，但如果日日飲、長期飲，身體除咗肝臟、腎臟都要一齊工作，所以飲得越少，身體通常越輕鬆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一定會問，咁係咪飲越多水就越好？其實未必。如果你本身腎功能正常，每日穩定飲足夠水當然重要，但並唔代表越多越健康，更加唔代表一次過狂灌幾公升水。真正重要係保持身體有足夠水分。如果本身已經有慢性腎病或者心臟病，飲幾多水最好跟返醫生建議，唔好自己估，更加唔好相信網上偏方。講到最後，我希望
大家記住5句說話：第一，少食加工食品；第二，少食太鹹；第三，每日多食天然蔬菜、水果、豆類；第四，控制好血壓同血糖；第五，定期檢查腎功能。好多人一直都以為腎病一定會痛，一定有感覺，但係上一集我哋已經講過，最可怕就係好多時完全冇感覺，等到發現可能已經太遲。所以今日開始唔需要突然改晒所有習慣，真正重要係每日做好一個細小改變。今日少飲一杯汽水，聽朝多食一碗菜，後日將午餐肉換做魚。1年之後，呢啲微小改變可能就係你個腎最想多謝你嘅事。真正有福氣從來唔係食幾貴補幾多，而係60歲仲可以自己去街市，70歲仲可以陪孫仔四圍行，80歲仲可以自己沖涼、自己煮飯、自己照顧自己，唔使屋企人日日擔心，呢個先係真正健康。如果你屋企有爸爸、有媽媽、有老公或者有朋友一直都有高血壓、糖尿病或者腎功能開始下降，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。有時真正改變一個人未必由藥開始，可能只係由今日食嘅第一餐開始。留言話我知你最中意食嘅護腎食物係邊一種？如果仲有其他想我哋拆解嘅健康題目，都歡迎留言話我知。記得按讚、訂閱健康同行，再開啟小鈴鐺。下一集我哋再一齊插穿那些最容易被忽略但最傷身嘅健康陷阱。